係早晨，早晨，先生，你叫咩名啊？我叫明係Rana先生。你介紹下自己啊。係先生，先個技術。早晨，先生，弟弟，我叫明係Rana，我今年32歲，我讀書中學畢業，我信仰係會教，我仲執巴人哋人。我而家想喺香港做嘢揾多啲錢，幫我嘅家人，同埋我自己明點。我有工作經驗喺香港2年，照顧公公婆婆，有煮飯、煮餸、洗衫、燙衫，整個整屋嘅。我希望先生弟弟信我，我希望先生弟弟接受我。我要盡力做嘢，揮手落實，有心同電話。我唔會俾先生弟弟失望。唔該晒先生弟弟，再見。香港2年照顧2個老人家係咪？係先生。識唔識行㗎？識。健康嘅。係。朝頭早去邊度啊？喺元朗。朝頭早公公婆婆有冇帶你飲茶啊？有。有嘅。邊個買餸煮飯？我自己，日次是同婆婆。你食唔食豬肉？我唔食豬肉，不過時候冇問題。如果你喺廚房煮緊飯嗰陣時候，婆婆叫你出街買嘢，咁點啊？我食貨先，跟住咧我去，婆婆叫我咩啊？我去。如果你做錯嘢，婆婆鬧，咁點算啊？我有女心，同埋唔可以駁嘴。係嘛？係。平時放假放星期幾啊？有放假先生。一個月放幾多次啊？1個月2次。去邊度玩啊？係幾時喺元朗？你2年香港之後去咗邊度啊？喺屋企，喺人哋。喺人哋屋企做乜嘢啊？我幫媽媽爸爸做耕田。你識耕田啊？係我識。識唔識種菜。種菜啊？係。OK，好啦，冇嘢啦。唔該晒，先生，弟弟。再見。拜拜。拜拜。